唔知道自家进步伫哪位？进步当道。哦，喊啥屁哦？流汗了司马迁。他的笑容我好喜欢啊，真的。谢谢。哦，看到你不喜欢别人的笑哎容？，不能这样子讲。山高粱那冲啊，心又开哟，莫冲各位心唔爽，农业到厉害，农业穷下来，新歌一归回事喽。是那个哥哥，哎哎呦，哎，国哥你怎么变帅了感？冒用丝丝，用丝丝，咳嗽用丝丝。用丝丝，第这段会剪掉，你知道？大姐好，哎你好，你好。各位观众朋友哦，老师好，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，还有电视机台前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哦，哎，你有没有来聊聊你喏？哈，还没唔跌，怎么会这样？发生什么事？哎呀，为什么？没啦，因为哎呀，罗拉哥哈跟有大天把崩来讲，他嘿最近身体为恙。维养要对休息一下下。对对，因为他为了年底发片嘛，就是他年纪大啊，不是，对，不要这样子，这个会剪掉。说出去。然后尹斌浩他要准备变猛男了。嘿呀嘿呀，好，基本嘅哎先给几个連續兩個禮拜咧，就為啲啲位皮太假，好唱多多照顧，好冇問題。那新的一季咧，開始咧，今日要替拜開始，係啊，那之後一天檔好看，係啊，好嘛？關新嘅朋友來咯。真嘅呢，哦，大嫂哇，面露笑容，有鳳飛飛啦，哈，有陳雷啦，哈，哦，好，亂講的。好，比賽開始之前，哈，先問你。你都世界各地去請人哋參賽，你都會請太極架輪看多辛苦，你都瘦了，遍及海內外呢，你都瘦了。海線挑戰賽比賽規則：大沙線數演唱藝術歌曲，3隻難點以上就過關，黑幕就暫時淘汰。今本夜評審欣賞有一家秀欣賞、齊師弟欣賞、羅格里欣賞、王怡婷欣賞。毕老師，你身體好一點了嗎？好了，哦，頭好壯壯哈，終於來到這邊錄影都好了。真嘅呢，都想飲你。哎呀，嘿，上到錄像啊，係啊，你無論嘅尾係錯啦，你一轉嚟就落嚟尾。就一直所以說是哪管黑是？冇啦，我直接把你捧上去了，就對了。在這邊我要謝謝老師。原來是推手，謝謝老師。真的，難怪有背後有2個掌印，你有看到嗎？有，掌風把你送過來。對，是掌印，不是掌中印哈。掌印根本冇來。哎，冇來哈，好，欣賞。好，麻煩 CV 欣賞了哈。比賽之前，同樣愛談規則。請嚟你嘅嘉修老師。嘿，禮拜是會先嘛哈，替擺，所以大家呢莫緊張哦。要做好基本功就好啦。基本的功夫是音準啦、節拍啦、感情啦，還有體重要莫忘事，然後做對，好唔好？好，加油加油！比賽開始，咧。好，嚟手機 TV 啊哈，來自桃園楊梅嘅嚴麗珍帶來相思曲，聽一下。太陽。
你好，你好。两位主持人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还有害羞，我刚刚在翕相的时间，我说啊，很紧张的感觉。哦，狼一太狼。这里面人气真的很。真有紧张吗？紧张啊。有哈。听说了。讲话嘿，讲话时间麦克风我拿起来哈。好。嘿，错哈。哎，做得看到人呢。哎，你今天已经看到吗？已经看到，我想哎，你的眼中只有我。真的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唐家，吉娜讲迄姊妹的腔号来比赛啊？超哦。那我来猜，有同一集吗？有，一起来。有哦，有腔号。姊妹的呢？你看他的故意回避眼神。点兵点将啊，姊妹哈，应该是你吧？哦，他是男生。哦。中央相掩呐，相掩，我就不好说谁是姐姐谁是妹妹，我怕你也看得出来，看不了，看不出来，这个是猫，相差14岁，真10岁，没有吧？看不出来，相差2岁吧？14岁哦，哇，保养得很好哎，你都在吃防腐剂耶？说嘞。不显老，她是妹妹呢。你是妹妹哦？对。哇，另外老师，哎，好啦，哎，T100摄影棚来比赛係嘛？唔係，哦，3年前有來。哦，3年前哦，哎呦，3年的時間有進，你吃到幾架進步的那位？冇啊，冇進步。哎，還蠻大分數，就唔該講啊，我再給你次機會。你要有自信。對，你來講係進步同道，好嗎？再次，3年來哈，你知道幾架進步的那位？進步同道。哦，喊啥屁哦？這樣也不行。就為了要這樣講一下。主持人好難搞。係啊，給我講，我要本不用強鬆。從容有蠻型，唐老師講。唐老師講，來，請你給嘉秋老師。誒，唐講進步青島係哦。係啊。這是哲偉的問題啊。這樣子誘導參賽者是不對的。看樣子不是什麼好話。糟糕了。沒有，基本的就。懂不會衝的啦，懂不會衝啊！其他進步青島，張愛勇天天那就完蛋了。啊，哎，貝烏斯基之前就懂厲害。嘿，本來就真厲害，你係說你冇經驗天天嘛。係啊，跳到就跳你說的哈，你唱班係嘛哈，你準備哈，給聽到前奏了以後，第一句你就停下來咧，冇簡單咧，你就砸到我。準備動作是嗎？啊，太多，坑到，所以冇見人啦，哈，所以加油。哦，什麼先生？我跟你講哦，其實第一號線的時間哈，因為你也經過了之前吶，在攝影棚外的海選，鼓手入來係冇強用，不過老師其實他們都是佛心的哈，不要差太多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們怎麼給分。對，你等下分數用蠻薄嘛。4個燈有3個燈就過關。3個強燈哦，不是紅燈哦，好不好？紅燈就沒有咯。顏色要認清楚。變了看分數好嗎？來看一下分數。眼淚整個分數。哦，真好，4個燈呢，謝謝。對啊，所以你的進步是值得的。真的有進步，但是持續的進步而已，好嗎？好。給你們香港。等一下，廿姊妹唱兩樣bài，係啊，唱到董後啊，你那邊鼓勵下，鼓勵下，大巴加油，大巴哦，所以你是小巴，所以你們倆是巴，對，你們是巴，你怎麼知道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托夢吧？不是，你剛剛講，我們就可以猜出來了哈。好了，恭喜你過關啦，謝謝，你歡迎下，好可愛啊！再來，喺 EV 一衝，來自桃園楊梅嘅黃榮長帶來嘅。客家本色。哎呦，看一下哦。唐山過台灣，冇半點切，山芒高邊江山港鐵，老姜這次的生命有什麼嘢？世世代代就按照天天傳家，用300年冇改變。他家精神冇改。
进步，社会改变，是非善恶充满人间。奉天是天，他感应，守护心田。认真当当做一个良善的人，主将的路主线。不忘祖宗年，千年万年。哎，蒙太公你好，我那个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两位主持人好。见面喽。哎哦，哎，来拢讲啊，迄。我喺评审欣赏的话，平常是喺流行最评审一天台风给他100分，真的没有，应该讲好看的表演，又会唱，肢体动作又好，哎，像阿妹啊，李玟啊，你做得吗？你可以吗？我可以做动作，但没有办法同时唱歌。真嘅哈，因為佢係細妹，係細嚟，所以強樣。古上係一講技就嚟容易對比啊，唔加哦嘅力度動重動好，而且都在拍子上呢。有樣嘛？真嘅啊，我講本係落跳哦。哎，你講法也是很戲劇化。對啊。知道蒙眼一邊有樣嗎？蒙眼有樣嗎？有樣嘛？小康老師。我有加5塊給你，很好。等下10塊的又不一樣，真給。有樣樣好講，是不是很棒？我覺得你輸了哲偉哥。怎麼辦？那個層次感。你做戲啊，充滿歌。哦，隔壁堂講你鬼不扛你入來啊？係啊。有樣。我們的座位真的假的？哇！馬啥？試一下。給誰哈？試一下。來。哦，大兒子哈。你就聽嘢來。聽嘢來。哦。跟住帶幕嘅貼3嘅來。貼3來。有錢看到你就。貼4嘅來。叫做4。哦，4來。哇！很厲害的，恭喜嘅真件好冇簡單呢。我跟你講，人生如此，夫復何求啊？係啊，你哋要表演的暗號，鬼不扛你入來，哎，鬼不扛來支持。給爸爸鼓勵一下，拍拍手，尖叫聲。哦，難得咯。你又同按叫冇按到人呢？係啊，有樣嘛？真件啊，他們抽號碼排進來。拍謝。按叫冇按到一副卡人啊，全部都要人副卡人啊。真件，家族都來了，不知道評審老師會嗎建議？他家族可能是要來給評審老師壓力。我也覺得。哎，王太公，哎，今天看一開始唱歌的時節就看到人，我覺得你真的是唱作俱佳哈，哈，200都拿出來哈，200沒拿出來呀，對，200也全部拿，200啊，300也冇拿出來，唔講全部都拿。有你冇看到？有啊，300也，靈活的嘞。啱講剛剛講桂林老師有名言嘛，其實嘉修老師沒有名言啦，所以講唱歌要唱講法用嘅。其實我知道對亞神講我就看到人哋客家本色唱到有講法嘅感覺，安尼聽起來就當爽快咧。什麼？哈啊，貴婦卡演出來讓人加油哈，今天真演唱到真的很好。真的很好，很棒，加油哈！謝謝。先生，哦，好像是好消息。好消息呢，哦，哎，真見到砍人來要炒，要炒啦，那壓力多大？係喺嗰個呢，下擺要執個隔壁零晒來嘛。那在我們的我醬油爛茶來好嗎？有嘛？他留下證據，全部都在錄影。哎，真的哈，哎，那個希望做得高管，我咩當上看唔表演，看下分數，來，看一下黃永強嘅分數。有人不同意？沒有，我覺得他應該是看上了他哪一個兒子？兒子嗎？開玩笑。那不是更應該？冇啦，係啲高管的啦，恭喜啦，高管的。什麼？恭喜，來，回座休息一下哈。哎呀，他真的很可愛耶，很可愛，而且他講話很自在，鏗鏘有力。哎呀，我知道可能每天都在家裡練習，係嗎？係嗎？當一衝客家本色本丟糖啊，他們都在笑。還有嘛重點的嘛？哎，嘛該。企到你旁邊完全沒有違和感。就是一家人，真的，那都是我的弟弟們，真的。沙下來自苗栗嘅神醫連翠澄帶來社會安全。哎呦，看一下哦。社
身材甜蜜的笑容，色彩也变印象。风花又结叶来扎，细我也安将爱马上，爱上都是温柔口上，爱爱不会残。风花又结叶来扎，细我也安将爱马上，爱上都是温柔口上，爱不会残。哎呀，什么安讲？还唱起噶？正经呢，也还敢安讲哎呦，風化雨嘅人係啊，佢笑佢笑容咩當聲音啊，嗬，你喺 MV 樓梯過，你知我唱了歌咩？係啊，对，其實結果已經不冇了。結果給冇了，因為啥？你有失望嗎？要跟他示愛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們是鄰居。哦，真對的沒有你善意啊，對，沒有三茶，對，三茶也喺東亞屋對面嘛。真嘅哦，有念什麼？認識，對。樓梯過看你呢款節目，有麻煩你講。樓梯個係沒有啲善意就講，我祝福佢身體健康，人嘅農業大擂台收視率長紅。哎呦，掌聲鼓勵，很會祝福，是夢是夢。係啊，好像很適合去當助選員。係啊，你有做過呢個工作嗎？沒有。沒有。看分數之前呢，唐老師有冇講？來，唱一遍，羅國立先生。強強沒有領人哦。同樣好林小姐，先我講一首歌曲呢，其實這個難度唔係算輕歌曲啦。你現在要開件時期唱下這種度吼，加上自己本身的聲音啊，穩聽懂穩聽，然後讓嗰種軟度，軟度一拉哈，是當然細妹你唱過嗰種溫柔感，加上一個台風一檔好，感覺出來應該真一波一檔多表演嘅經驗嘛，有冇？有啦。也係往後日講人嘅實力嘅衝力，我希望好往一方面發揮。慶祝嘅就講，咱沒有選過嘅時間，基本上要開選時間，你沒有大錯誤，我們嘅太一生活法，原則上做為過關，因為我哋平時唔可以因為一條歌就聽大家嘅素養，唔可以，因為當然嘢聽擺上來嘛，嚇表現乜實常乜見狀也係正常嘅。我哋平時唔可以因為可能見面100生活就讓人放棄嘅，唔係，我哋希望睇到係現代進步嘅一條，好冇？也讓係本後有美味產出一個嘅建議，嚇，謝謝，加油！什麼先生？什麼先生？當然是先生講嘅意思嘛。所以講，其實得3人來比賽，不管來比賽幾多邊幾多敗，你一隻舞台係屬於大家嘅，重點係你啲啲舞台學到乜嘅東西，係要100比100係進步。先生愛看呢啲嘢，嚇，故所講希望歌幹後輩越來越唱得越好，好冇？來，苗栗之光來了，苗栗之光，看分數，好，看一下林翠成嘅分數。哎呀，謝謝老師，真嘅，歌幹呢有分數嘛？有分數，安之聲。好，恭喜，謝謝。來，謝坤啦。我覺得我知道佢唱歌運動幸福呢。有蠻佢做得用佢心肝都想去講嘅話，也係講想愛表達嘅東西，同大家講。哦，唔會唱嘅咩做得啦，曉講就好咧。誒，真嘅嗬，我從來都當好聽唱歌嘅啊。真嘅嗎？但什麼？誒，我冇聽過你唱過什麼安講嘅。什麼安講？來一下好冇？好啊！哎呦，掌聲鼓勵！金曲歌要唱歌了。來，哎，還要有伴奏，是不是？我當然。伴奏感覺要唱。哎呀，從頭唱嗎？什麼安講？什麼安講？就將嘅一縷花，啪啪嘅牙齒，瘋瘋嘅嘴唇，是害我還 Q 錯字。安
人家后来做对，掌声鼓励，保留一点。当然，金曲歌还一定在唱歌的呀。我现在开始要变成歌唱节目，每一集都要做示范组啊。我们本来就是歌唱节目啊。也是啦。怎么这样子说？个人的歌唱节目，然后就要看老师帮我评分的这样。没人来吃到吼，你也知舞台，龙太家讲的迄讲，其实你要比唱歌一种轻松，像吉娜那个不用。随 Q 就来，真的。我明明就是主持人，一直要被 Q 唱歌。主持人会唱歌啊，不然罗大哥怎么能主持呢？也是这样说，好像也不对。怎么？罗大哥本来就是很会主持啊。重点是唱歌是兼着来，重点是要放轻松。你看他放多松，哎呀，一直都很松，就要像我这么松，那种狗就会冲得好。爱迪哈，还有位朋友不用轻松。好了，杀下来，嘿，来自美丽的公馆，用启明带来的笨笨的英雄。来，弹一下。飞过东啊西啊，飞过天地。几岁啊？18岁。18岁哦，然后还差2岁。哦，你说小孩子。好啦，不管用蛮人汤欣赏用蛮高，好不好？来，强烈视听欣赏。大巴姐。目前荧光花，我帮你放。阵痛的影是傻逼，梦想空空。人生在世事缘不同，谁要生动像一条龙，怎么一动？世界无论世界就像一米长，自古平庸意，天爱的原来意，以后翻身不配英雄。同性啊，很有型哦，台风没懂好哦，而且有胸肌耶，哎呦真的哦，有没有？还是你也有不是吗？我是比较还没练过的。来吃到个台风懂好，一天有啲从事歌唱方面那个正经哦，事业系嘛？哦，对，我是在做一些街头艺人表演。你是客家人吗？对呀，对。哦，街头艺人，那有街头艺人的证照呢？对，现在是每个县市都要去考了，台湾有多县市的话都要去考。对，你都有考到就错嘞。哎，对。哦，基于乜嘅哦，厲害。係啊，乜嘅技研下上愛去考嘅街頭藝人證照。本身係從細就好音樂啦，吹小喇叭啦、薩克風啊、中國曲笛這樣子啦。真勁哦！對，這麼厲害哦！那表演嘅時間都冇限呢？哦，那時間很長，從早上8點到晚上5點。哦，上班就特樣都來就抄嘅。哦，經常上嚟比賽呢？那。本身表演，音樂羽毛是我的演奏是我的那个专业啦，但是唱歌还是我的兴趣啊，想说一直希望说能够上舞台来唱歌，跟大家分享不一样的感觉，唱给大家听。对。跟你啲街頭唱歌嘅時間，你有唱客家歌嗎？有，我在苗栗地區一定要。我们表演的话，国语啦，什么歌，台语都要。那这种重点还是要发扬一点我们的客家歌曲啊。对。好了，不用轻松对不对？这当紧张呢。哎呀，是不是紧张的？唱歌还是不是很专业？不要这样说。对，还是要学习的地方。演奏还是不一样。唔講，音樂人就剛吉娜講嘅，其實係啊，音樂無分好壞，好嘛？輕鬆衝出一個秘密。好啦，公平啊。好。应该公平吗？冇啦，像某音欣赏。他跟我们演奏，那演奏老冲国，你是什么乐器啊？
小喇叭跟萨克斯风还有中好，国曲。你是要用气嘛，对不对？用丹田力。对。但是你隔壁冲国啊，你的丹田力你可能有用，但是你不会运用这个共鸣的地方。哦。共鸣的点很重要啊！你旁边的2位主持人，他们都是歌唱的专家哦。因为冲国啊，告诉公你给气啊某声，你跳气某声。其实我一直在听你在唱的时候，那嗓会应准啊。今天你还有歌词忘词的问题，还有蒙向空空，所以你的咬字要特别的注意。因为你既然是歌唱比赛，如果你今天过关了，日后一定是一关一关，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所以今天可能会给你一小小的一个警告。OK， 加油！而家強咗嘛？有，嚟看一下劉水伴埋嘅勁歌哦。用田敏嘅分數嚟。哦，吓到我！结果也没有，是叶老师吓我一跳。结果我们一直看着王宇欣老师，结果他给了青灯啊！唔該，恭喜高管啊！謝謝。係向老師家龍講嘅動創嘢，要記起來哈。在經驗重要。啊，下擺了比賽時間哈，時間再記得兩件事，好冇？好嘞，恭喜高管，恭喜高管，恭喜，來，恭喜他。下來係來自桃園平鎮莊家賢帶來嘅韓歌，看一下。 한거把聲音的安多山，한거樹下錯了嘅農民家，한세地倆高上高下，唔知過嚟有幾多年，한거細路邊對愛人知，한거天橋。 青청無人照顧，安坐地了高呀高處，幾多春夏秋冬，每個冬啊西啊，每個天地，每個安求到了比愛人的，不管行北行南行到哪邊。 最相愛轉移，每個冬啊西啊，都是給你，比你安遠到了比愛真的，不管行啊行到哪邊，不可永遠的心獨立，不管行啊行。 你好，哇，青后嗓哎，真给，哎呦，喊得突出啊！你什么时候变这样？你很像虎姑婆哎！你看看你自己刚才走过来是什么样子？我怎么了？很可怕，你就这样，我学你哦。啊，老师，虎姑婆的音乐。哎呀，青后嗓哎，喊得特殊哈。冇啦，看一下小指头给我收好。 哪会？姐姐很亲和吧？有哈，他敢说不亲和吗？对啊，谅他也不敢。可以来懂谁哈？叫谁啊？18歲。18歲。18歲哦，啲然後奶茶2歲。哦，你說小孩子。我看一下，大一，對大一。大一。中一。中一，不要再放了，我大一。好，大一对中医系，对中医。哇，讲到中医我就厉害了，考一反身我也会把脉哦，来，手我把脉。老师把脉的音乐。把脉还有音乐？哦，喜脉。请问是几胎？啊，我弄错了。 那是小腹，不是小孩。对不起，小腹大也把得出来。你真的会把脉吗？没有，大一还没学。哦，大一没学。那学针灸了吗？还没。对，现在学基础科学这样。基礎科學。那跟你本來就會講客家話係嘛？會一啲啲。係講重錄法，咩？哦，
重乐，长乐哦，长乐，对，好厉害，好酷哦！给沃卡人没讲穷用的，嘿，阿公改片，阿公改片的，给人几时开始學客家歌？客家歌，嘿，就是最近要比赛才有比赛世界来练习。讲起了，嘿，T 100的比赛哦。对，第一次。真的假的？哇，那你除了学中医还有什么？我看他履历好长哦，我就感觉学中医的人好像很有空。我觉得你很过分哎，你刚刚眼睛有粉红泡泡，你就一直看他，一直看他，你都没有忘记问他。我是看他的麦克风一直晃，有进入催眠的状态。你刚刚看他，你刚刚看几号嘛？中软，对吗？对，还有单簧管，对。唢呐，还有扬琴，对，没有扬琴，柳琴。哦，柳琴。你是说我不是字就对了。你干嘛这样？你干嘛一直冲着他？你干嘛一直冲着他？讲笑啦。T 100的比，轻松一下。T 100比赛一天当紧张。对。隔壁有便宜来吗？有家人来。你也有10几个家人吗？所以那也是11位家人，也是你家人吗？还是说你们都是灵眼？还是你的家人没有位置坐？灵眼，然后每一个都是家人有来吗？然后都举手，然后换位置。是弟弟吗？对，站着那个。弟弟哦，弟弟会讲客家话吗？会哈，哥哥唱的怎么样？清口。分享你的比赛哦。哎呀，听他来，兄弟组。好，谢谢你来玩。好，杀好了哈。弟弟说好，这个一定好。老师不一定说好。还好你接了。真的吗？不然我都不敢讲。毕竟我还是要坐回去那个位置。坏人就给我坐，是不是？后来看，叶老师好了。嘉修老师。嘉贤啦，我咱讲吼，唱歌吼，上下一定会上到爱讲法。我是讲不讲了首歌写得真好，佢本来这种讲法，就用韩国河巴声音的按多少，你要唱前就你先音，音熟来，你就提讲，哪位用慢唱，你唱那首歌家，你也是冇熟啦，我感觉是冇熟，弹起来就冇。唐某就讲嘛个东西，出来用出歌曲的，把旋律唱出来，歌词也是这样子，冇夹腔下，所以呢，听大宋当然啊，你今天讲我哪位唔错啊，哪位是冇啦，不过弹起来就怪怪，都冇唱讲，听欢喜来唱那首歌的，所以你唱起来家，我感觉是。歌曲也不高兴，歌词也不高兴，两个人各唱各的，各走各的哈。所以哈白人刚开始希望讲，要唱歌曲以前，那各位的歌词一遍一遍把它练熟。就讲两位用慢唱，从讲法从腔中，用慢讲起来，咱们感动别人最重要，好不好？好，往这方面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觉得你应该不会被淘汰掉的。你不用补这一句啊，什么欣赏了哈？我觉得大部分欣赏都非常的喜彩，好，我觉得一定都希望每个都可以留下来。那我们来看分数怎么样哦？来，钟嘉贤嘅分数，来看一下。哎呦！私非喜长100多万元哦，你都当妈妈的人了，很喜欢吓人呢，灯可不可以早点亮啊？今天很少女，好，很少女，她今天是姐姐，真的，哎，恭喜你哈，恭喜公公。来龙讲，我还跟龙吉娜讲，他有参加合唱团，好吗？我觉得你是不是有参加合唱团？对，大一才开始参加。鼓手讲你唱歌的时间，可能因为合唱团的关系，你可能要配合别人，就自己不敢唱。你要记得你是主角哎，主角是独唱。对，合唱团闪边站，也不用，他还是要，他现在还是要回去，好不好？开玩笑，同学，他回去，团长说，开玩笑，闪边站，好了，恭喜你哥哥，谢谢，加油哦，哈，杀来，黑来自桃园平镇严文竹带来英共恋情，哎，快看。凉嘿凉，空风卷来唱起落。夜光相爱多情路，等我等到天开过。
阮的调都圈圈跑，圈圈跑，好紧喊我哟，路袂海岸，空翻一场梦全跑。嗨，文竹姐姐你好。来，姐姐好，妍姐姐，大巴姐好。对，大巴姐。大巴姐。哇，你我们第二次见面。对啊。我们第一次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。哦，你是上一拜讲嘿，天气很热，然后进来追冷气的姐姐吗？黑吗？不是海选的时候，在复兴里的时候。哦。哎，几敢唔黑？佢拢嚟講，因為來比賽啦，然後加落去聽下來。佢講因為我會聽嘢咧，我進來吹冷氣。來吹涼就出來，吹涼啊！誒涼都誒，啲啲嘢也要拉涼嘅啦，要拉涼。強涼是當變種。第100的比賽係嘛？第100的比賽。第100。你知道啊？唔加衝嘅啊，老妹妹衝，馬莎衝得較好。當然越衝較好啊！姐妹情深，真的。其實我們講我們平生欣賞堂啦，我們很難得有出現姐妹檔。係啊，我諗講，我想問一下，因為你啲唱歌嘅從頭到尾啊，除了唱彌勒佛樣，佢都冇同哦。唔講係啊。你看他坐的位置，沒關係，你放鬆，你放鬆。他幾都冇同他，椅子只坐1/3呢。很巧哎，我來到這邊剛好是我鄰居耶。原因什麼？原因什麼？鄰居爸爸媽媽是我們。就是我弟媳婦的同事，這麼巧？以前，各位朋友，就是很巧。你新的單元就會來鬧熱請隔壁鄰舍，真的新單元，真的很巧，來聊篇章，聊一聊就都認識這樣子。正經哈，知道好唱歌你們共用，就會聚集在一起，聚集在鬧熱。好啦，不過用蠻現人湯欣賞用蠻高，好嗎？來，強烈4P欣賞。哦，大巴姐。OK， 全部都叫大巴姐。大巴姐、小巴姐。OK， 其實我看唱歌啊，雖然講彈得出來啦，有見比有較緊張。啊，不過平常時，我很好奇，你平常都在哪裡唱歌？都去卡拉 OK。卡拉 OK 哈，因為蠻有那種。台風對，台風架勢都很穩哈，都穩。啊，所以講可能你注意到呢啲嘅有常識啊，我溫氣嘅部分，嚇，你像有常你嘅後背嘅機器啊，因為可能切下緊張，氣溫唔過來嘅，所以你就會較有就會冇氣嘅時節就團體咧，好啊，可能要注意啊。啊，然後因為有常是緊張嘅時節啊，做唱機呐，佢一緊張上會一台，嚇，啊，可能有常有嘅人後一緊張上會一路一個時節要飄踢。啊，可能要注意下2點。什麼？好，謝謝。我知道準備唱到以後啦。好，安子姐。好，我來看本書，好嘛？來看一下本書。本書嘅本書。哦，哇，過關了，大巴姐妹都過關了，謝謝，恭喜！你看妹妹小老師，係啊，真勁吼，查實些感情案吼，咩當難得。係啊，有常是為因為年紀嘅關係，吼，恭喜兩煞啦，莫走緊張嘅，好冇？不會嘞，我來恭喜過關就不會緊張了，謝謝。恭喜過關，好，恭喜！表示下，殺下來厲害咯，係一家強人哦，強人，來自桃園嘅龍潭就出來，哎呦，這個是龍尾的，來自龍尾桃園龍潭嘅總正王帶來人生舞台，嚟聽下。人舞台喜难言，一路可自见。我不他奔，图理想，一步一步莫行偏。台上演戏3分鐘。3年功，開創前場，無論錯，一步登天邊。
公益吼，罗太公好。哎呦，哎，我要用谈人呢。因为隔壁零沙，隔壁零沙咧，爱带个八龙路啦。按多啊，没八龙路。真假的啊？真的嘞。我用心戏院后背啦。哦，我前面啦。嗰啲觀眾未要，你要時你等嘅咯。太假嚟潛隔壁零沙。好緊張哦！大家啲大家看哦，人家樹村都是，係人也緊張。做案用英國，做案都應該唔會人嘅，緊張啦。沈夢怡後對呢個比賽吼，暗中師作咗全套的西裝，暗演到咩啊？難得幾飛上台。冇講。唐講以前係送信呢，有猜哇，難怪。辛苦哎。係啊，難怪這個皮膚也是很健康哦，3年頭咧。古銅色。好，有讀到嘅送信嘅時節，像人天樣接看到，送信嘅時節看到有叫嘅會用。唔叫，我家送啊嗬，個裝下有嘛嗬，出差唔多40人家有嘛嗬，大家都有學叫嘅，講出嚟啦有嘛嗬，哦，講出有叫嘅嘛，有叫嘅，唔識唔拄好送信嘅送唔錯地方嘛，有哦，真嘅咯，應用嘅啥咯，佢推轉去，又係講就可以拿。叫佢打電話過嚟。打電話過嚟。我用我冇數到，可能哎呦送咗100塊。跟用我上去嚟比賽咯，一推搖嘅嚇。推搖嘅黑閒嘅嘛。看到啲朋友嗬，紛都上來啲比賽。哦，真嘅哦。而家朋友係嘛就唔係陳建居嘛。陳建居。但係我被講錯。你咁要來啊？咁啊團隊嘅。團隊啊，哎呀，好朋友。點解中央要曲上班咧？哦，難怪嗱，沈夢堅記哦。堅記哦。介紹按懂原來比賽按到後生。完全是人設集團。收機簽到好朋友嚟比賽啊！可以前嘅時間咩要簽到結果嘅一條假咩要要，跟好朋友。係啊，好朋友。你知道自己點樣創有未？知道。撲佢下都冇乜嘅準。哦，唔怕，等下唐先生講就走咧。香港咁厲害哦，你創咗先生啲演假咧。咁得神啊！我呢度事情演假都唔做咯。不要為我吵架。不要不開心啊！好，唐一下先生有蠻講。講你嘅羅格里先生。張鳳泰哥。呢度唔我哋聽唔大嘢啦。以為你要談到，趕快滅火。我哋一討論呢個重點就係講佢哋表現在一個撲嘅方面嚇，跌撲跌10運動嚇。但是唔講跌呢當嚴重也唔咩啦，事實上係講因為就係人家俗稱的慢半拍。但是總會在適當嘅機會攞佢撲嘅前轉來。我本嚟建議，做乜唔會要按嚟嘅缺點出現，產生就係因為每幾個美業唔嚟跳場啊，多撲嘅，我唱下幾時節，然後下灣戲啊，你撲嘅唱緊咩咪？人生舞台戲難1、2、3、4，你要多一個半拍，唱下一句就慢太了呀。你的問題是產生在這裡。人生舞台戲難一路可自決。你的實力不錯，我哋喺當天上有唱歌嘅實力，嚇。但是我記得，假使你留下來，你聽到落下一輩嘅缺點，落幾咩缺點改過來，啊，你真進步，本來不樣，真係不樣，就看到人進步啊。啊，唔爭再繼續留在舞台啊，係本來建議下呢，好唔好？加油，謝謝。沈先生，你仲喺講唔講？我家長同子娜講，你啊大家練歌一天都唱卡拉 OK 嘛，當冇可能嘛。唱到樂隊先生，有啦，有可能啦，本其他多錢就做得啦。係啊，識橋就做得。識橋。古上啊，有啲建議，譬如講，你唱嘅卡拉 OK 時節，子娜咪知道講 echo 冇可以按台。你有時候可以跳台，你聽到那個回音跳台時間，自己咪選唔到跑。跑嘅選唔到。係，你哋建議本嘢嚇。好，看樣板起來看分數啦。看一下總戰鋒嘅分數。來。你跟林冠全有關係嗎？沒有。哦，那就好。這名字比較菜市場。沒有啦，不要這樣。那你是說林冠全很菜市場？他是菜市場，你不是。你不是，你是超級市場。
来第几拜诶？第三拜古所講後三妹，係啊，下拜就來比賽唔變後四妹啊。看一下總戰鋒嘅分數。來。好彩哦，你冇送先，送咗給我開。開玩笑，唔怕啦。誒，簽時淘汰天天，嗱，吃到 DDRV 後，不管用咩咩學到咩本線上搞到嘅，哦，好冇？繼續愛唱歌嘅嗬，看喺唔討論用咩，看咗啲老師用標準嚟嘛。好，沈夢仲睇過，沈夢，哎呀，下來來自南投市，南投，係連貫庭帶來嘅法樹下，睇一下。是糖果夢，法樹下開到黏黏嘅花，仍係行過去，該風風拍拍嘅花。就跌落你面前，跌落你肩背，跌落你腳下。法樹下有一間藍山店內。法樹下有一個老師傅哦，走過的南山，走過嘅細妹耶，就衝開門前發，來來去去。唔知幾多啥，法樹下，法樹下。法樹下，關婷哈，主持人好。愛唔係老師傅哦，我怎麼辦？我被法樹下，愛咩唔係老師傅哦？為什麼要這樣唱？覺得好像還不錯，對，還不錯，對不對？還蠻合的，因為剛好，下次又可以改一下這個，對不對？因為是不是？你下次可以這樣改，是，因為樓太高，海選就會回去了。因為樓太高啊，你大概唐德亞叔狗，他一定要唱這樣，已經變成哎，你知道洗腦洗到不行。你剛剛唱那一句，我也覺得很像羅子，你再唱一句。法樹下，法樹下，有一個老師傅，有一個老師傅，是不是？怎麼好真的？好像有點被影響的感覺，就忍不住想要唱。關婷哈，吉娜你可能不知道，我對她有印象。你之前有比賽哈？有。我是不是有罵過你就不比了？啊，沒有。幹咩有？還是因為林冠權的關係？哎，對啊，你跟林冠權有關係嗎？沒有。哦，那就好，這樣。這名字比較菜市場一點。沒有啦，不要這樣。那你是說林冠權很菜市場？他是菜市場，你不是？你不是，你是超級市場。
谢谢老师，进阶的，进阶的。这种是用来冇比下去。那记得他talk 属于讲爱做乜嘅？那时候在台南读书，然后因为录影都是在台北嘛，是，距离来回的问题，是。哦，各位观众朋友哈，给哈捐钱给我们闹热好了，我们也可以去台南直接录影，好不好？顺便。租个棚这样海选，然后又一起旅游，你觉得好不好？当然好，那可以补充一下车马费也是不错。也不错。还有什么要求吗？还有什么吗？你需要自有品牌的水吗？还是自己用的麦克风？可以。但是有一点要很注意，你要做的跟他一样，你要找个你放松啦，没关系，你就是用最轻松的方式，我还是会注意你哈。因为刚刚有点冷，所以一直在那边说。他可能需要让他的肌肉紧绷才不会冷，真的很冷，正年轻朗啦哈。嘿呀，那你觉得这个3年前唱歌跟现在唱歌有什么不一样？可能比较懂得运用声音的部分。哦，有进步哦。跟你客家话有他进步吗？因为一直都没在讲，所以听力的部分呢，好，你还要多多练习。那我们来一个承诺，好冇？好，来希望你做得继续比赛下去，唔但唱唱得好，咪要讲出来。做得吗？做得。打勾勾。好，盖印章，你也跟他打勾勾啊？不，他手痛。哦，算了，没有，你就这样跟他打勾。那个勾手。勾手部分。OK，可以。吉娜有没有？谢谢哥。嘿，好。来看欣赏哈，有蛮高。看一下文艺欣赏。好，刚才主持人说。客家话一首歌曲，它的歌词写得很优美，再加上这个旋律，它会更加分。那第一句，你是那个糖啊，客家话用来讲，糖是不是有一点鼻腔音？对，所以说，如果说你在歌词的部分啊，你每一个字，它的每一句，你注意它的韵，你会唱得更棒。比如说糖，那个字就表达得非常的完整，就是歌词的部分。发树下，你是糖果梦。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的声音，你今天的那个低音，我怕你会下不去，结果你的声音低音的共鸣还蛮美的，但是你的高音的共鸣没有低音处理的好。我觉得你的高音，如果你再细细一点，像低音的这么样用心的话，我觉得你日后唱歌你会处理得更棒。加油！哦，生猛欣赏哦，雨欣老师哦，他打开你任督二脉了。你要出现来中嘛，一开始拢讲，一听爱接讲，因为讲法你才知道说你的咬字是完整的。你是糖歌嘛？你看你要讲以后，你才知道唱歌怎么样把它咬字对咬得完整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老师给的建议很好。来看一下本书做的够高嘛哈？看一下林冠廷的分数。哎呦，恭喜！这个灯，哎呦，他吸引了。哎呦，好害怕！我跟你讲，我在这个位置真的很害怕，而且我要这样看，是不是很难得？你看你们评审给大家多大的压力？而且重点是我都可以看到4个灯了，不会被你挡到了。我已经左闪右闪了。好啦，恭喜你哈！你喺开始，我希望你越来越好。好冇？好，冇问题，冇问题。跟我们打勾勾咯，要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恭喜各位，林冠廷。这个歌慢用，加流行族吼，我白天咧做得冇？做的，清楚。你去了 V 吼，东南去头会昏，头会昏，是因为我吗？不是，是因为罗大哥的位置很难站啊。系啊，好，来到传统族嘅吼，传统族嗌做哈冇熟识啦，因为嗌吃到山歌吼，真见东南唱，不过嗌咩东上去學，這一趴就要麻煩。根本就有機會咧。係啊，我東歡喜咧吼，經過海線，算當辛苦呢。還好啦，還好啦。咩做的糖豆青豆，全世界最厲害嘅選手。哦喲，厲害拜！黑毛，有嘛哈！先掌聲鼓勵一下哦，全世界最厲害的選手啊，你有冇撲數呢？姐姐，哦，林姐姐。我們要有自信呢。黑毛，趙某，你看他現在都往艷星的方向走，他那麼有自信。艷星。好嚟，開始嚟比賽咧，哈，莫緊張哦，哈，先嚟介紹評審先生。好。羅英欣賞，林贊怡欣賞，潘秋峰欣賞。
魏新雄先生。比赛之前还讲一下规则好冇？好，评审规则。嘿，评审规则好冇？请呛老师来讲一下。英老师，看口急了啦。罗英先生。啊，怎样？好，首先呢，恭喜大家通過海選嘅選秀會，然後大家啲嘅唱嘅時節會記得咯，嗬，歌詞啊、填錯唔好錯唔錯，其他除咗韻味啊，還個咬字之外，當然就係拿出自己最好嘅表現，祝福大家有好嘅成績。哦，是孟英英老師，我知道特別好先吼，因為做得到電視台嘅錄影，當無簡單，就像先生講嘅吼，音準啊、節拍啊，唔好差太多，通常都會過關啦。係啊，係要歌詞。係啊係啊。最重要。哎呦，好來，開始比賽啦。係。TV 係 Andy， 來自 Andy 嘅新北市，係總免費帶來平板。來看一下。什么？他敢子些？你好，你好，杨幂主持人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米農客家人。錯啦，錯。哦，我第一擺談到米農客家話嘅時間，有一啲談唔識。係，南勢縣有Andy老爹有冇強用？貴哦。貴哦，來轉哦。對，貴哦。係你會講轉落下嘅用貴來貴。哦，我當時我哋講哦，米農嘅客家話很多文言文的地方度。錯啦。好，嘅第一擺嘅比賽。超第一擺。好，感覺樣版型。18斤重啦。你看18來了。18，是那個嗎？18頭啊18要斤重嗬，唔講相當好呢。學傳統山歌學幾久誒？差唔多半年。半年，很厲害哦。那你也是個練武奇才呢，姐姐。真的呢，哦，咁有冇有機會上來比賽？因為我韓式都上嚟特別黑嗬，所以我母語嗬都跌係幾多嘅。不假冇講就錯咧。就，都我要後來要加班好多年嗬，所以根本都冇機會講客話，係所以我差不多10年前嗬都開始上去同人哋母語念進來係，我都去參加呢客家係歌謠班，但是嗬我都一直學安尼。流行歌啦，流行嘅客家歌係，但是最近我都發現好像傳統三大調係比較可以傳揚客家文化。哇，這個新有型，係啊，新有型。好，第一擺來看佢唱樣版型，請老師來講一下，講評下，馬上來講評。葉先生。
好，今位总台姐吼，从你评判係講長項目技巧和體育排要做得嚟，農業大擂台做得從安樣應該表現，我感覺非常介好咧。因為呢個表現咪當自然，韓國呢個上咪當降，好就係講可能多少會緊張，所以才從3個嘅時間完美嘅表現，可能你係樣圖啊，韓國自然圖或者個加強一下，吼，我想天朝會見得更好。即講本意建議吼，就係你唱嘅時間，你唱嘅時間啊，吼，有啲音唱到跳重嘅，學嘅詩啊咬到跳重，彈起來就較無自然，嘅完美嘅表現就冇按講，吼，譬如講你嘅大家嘅家，吼，韓國提升嘅提水準嗰3隻字，吼，跳重建議一下，我相信呢表現會更來更好，是冇你。好，是冇先生。我哋英英老師的意思係講莫咬按重，糖有出很圓的，山歌沒有很圓的，圓米啦，哈，圓按那圓圖做得。做得冇，5分軟。好了，來看分數誒，好嘛？好了，看一下總免費嘅分數。哦，哎呦，恭喜呢！什麼偏生先生？係希望這個學下那道山歌，後輩要加油哦，好冇？好，加油！石夢怡，來。好，石夢，你看一下。誒，很厲害誒，T8的邊啊，T8唱歌的時間，哦，準到唔定要買。這就正經呢，哦，就覺得怎麼那麼久啊？真的，還不到我下台的時間。好，接下來看馬賽比賽。接下來係來自花蓮書房何山妹帶來嘅山歌子。什麼字號？打扮得好什麼？兩位主持人打扮得好什麼？以為嗰個好唱咧。真嘅咧，哎呦，真嘅當咩唱唔看嘅？哎呀，細細粒嘅，哎，他音高沒有在輸你的呢，很厲害哦。來踢幾拜誒？第三拜，鼓手講何三妹，係啊，下拜就來比賽變何四妹啊。唔會兩拜就會過關咧。哎呀，做個暗獎嚟花蓮來。花蓮，愛聽講啊，特別愛練山歌吼，都食材都肉嚟哦。哦，該去上課啦，上課時間，當然呢。係啊，還有好朋友強下去啊。對啊，好朋友要招一招強下去，這樣才不會懶惰。真嘅，我抽1點鐘嘅茶嚟。老師，誒，好好，我哋真係看到呢。誒，真係看到。睇自己都看得到。好，記得唔係咪見狀嘛？冇啊。係嗎？通常係咪見狀？既然家用乜方法唔是黑唔可見狀？佢阿叔見狀。老師就講嚟講，看人，冇看人啦，冇看人，前一隻東西看的那樣就唔會見狀。看頭前去。哦，更加看哪邊啊？有啊，
俺农村有看到看到过。哦，很厉害，过来看老师有看到冇好嘛？来看，可以啊，唱先生讲。民福其实咧，好什么哈？我记得以前有评过呀。有评过哈？记得咧，讲叫嘅。你啊什么呀？有音乐嘅基础，哈，但是佢必上嚟唱哈，喊起嘅聲音啊，睇到嘅一準嘅嗰種嘅感覺啊，最緊張嘅氣焰啊，但是可能有從土嘅關係咧，橋嘅關係啦，留嘅聲音啊，稍微有一個挑戰嘅啦，但是整體算起來還是當順啦，希望咧以後係有個機會來繼續嘅來加油。好，是唔是啊？其實呢，做幾次我當好呢，而家高轉過聲音圓圓啊，係啊，圓圓高音又衝上去嗬，唔過要看先生啦，看先生本幾多分，有高管冇？有高管，好冇？來，看到牆頂就高管。係啊，我看到牆頂咯嗬，你阿做你要看清楚哦嗬。來，看一下何什麼嘅分數？哎呦！哎，我來測講一下林占一先生哦，傾到暗慢哦，係啊，佢等一個一個慢慢，按緊張嘅呢，唔講要高管零啲要高管冇？要分氣嘛，冇得個準嘅啦，冇緊張嘅啦，冇緊張嘅啦，唱出嚟，係啊，唱得當好，好冇？我加油哈，好啊，他bij講話麥克風我讀哈，係冇人聽到人家聲啊，好，什麼音？什麼字？什麼字？什麼？好可愛哦，可以啦。我大概看到我就想到阿婆以前當好唱讚歌，我就冇容易學到種大嗓。你睇青島先生還有線書做得不好。我係講下，然後青島阿婆做。青島先生嚇到。見阿婆嘅大姐。真的，好不好？會做人那個。我就是不會啊，排泄又排泄，沒嗌意思吼。好來，殺來，殺來係來自新竹寶山，范奎雄帶來嘅老山歌。容顏富男。上拜7強止步以後，你有做乜嘅準備冇？有。係。我今年第6強。哎呀！1強聽聽啊，進步1強。係第100的比賽嗎？可能40幾次。40幾次，很久了。真的假的？對不起，失敬。果然是武林高手。世界，청산 고나肩膀
能家一生龙帅哥美女好，你好，大美女你好，你行下頭前，嘿，行下頭前對。哦，雙拜哈七強就挺的呢，哦，有非常扼腕嘛，想講哦，才就扼腕怎會進來啊？真嘅哈，跟雙拜七強止步以後，你有做乜個準備嘛？有，嘿，愛今日T6強。哎呀，一強天天啊，進步一強，你6強你要到這個錢啊，你要拿冠軍啊！係啊，我講創嘅學過嘅時節要做乜個改變嘛？有啊，有上課呀？有哦，線上簽中線教藝。哦，跟住個你阿拜學到乜個漢武強嘅武器？有，學到專業方面。專業方面最重要嘅。嘿嘿。加充呀，出國課時間，我說哦，賺到那筆呀，918塊，又多賺了呀。係啊。後來看老師用蠻高，好啦。那個譚秀峰先生，開享受就有很多係冇。多少？多少人嗬？點會睇人嚟嗬？嘅司機嘅媒體嘛嗬，係做了無講當選，全部辣嘅。韓國啊嗬，有個上無啦，嗰時談到啊嗬，啲數表現來講，講實在，我家當上講我啷放電咧嗬，我啷打叉。但是我想講，按認真唱，無講動態缺點嗬。你唱山歌嗬，係你本人感覺如行雲流水，當順嗬，冇呢全部來聽慢，唱下手嘅進來嗬，嗰種嘅感覺啊嗬，冇流暢，聽落出本人係冇按舒服嘅感覺嗬。唱你聽見你唱，有限時間，唱山歌那。唔做得按呢嗬，按唱落去啊嗬，規則變彈起來，唔該再未必人熱天愛拍到動態，唱山歌嗬，你留嘅每隻詩啊嗬，你熬到當人，按你人起來，人家上人嘛嗬，唔會就係出體當出體當人上人就變態嘅嘅氣就不足嘅。好，加油哦！謝謝。講清楚吼，我大概知道啊，你評審時上，你出了比賽想看清爽嘛？你看出點很多，你看出點有。湯生看嘅就哦，應該冇講哦。好，嚟看本書。好，可以哈，翻佢用嘅本書。嗰個試就長頂嚟。係啊，繼續哦，韓國戰略強哦，希望看到戰略強，好嗎？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加油！謝謝。我覺得啊，我喺度比賽翻，我可能冇按一天當緊張，看見老師。啲先生唔係凊彩講天天嘅。以後幫他們弄那個聽診器，隔空聽診。好來，沙來唐馬莎。係啊，沙來係新主來自新主持嘅林水英帶來嘅平板。
适应这个以后，升级好。你顶来做马案的，你顶来做马案的吗？哎，老师，莫非是武林高手？怎么没有音乐？老师，你顶来做马案的？而且你 Q 了还没有音乐，小凯说不理解。贾老师，罗哥才有嘞。哎，帮小凯老师加5块好不好？5块给好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做马样赢，你顶来做马赢嘛？因为人省分冇强用，你做过保全，错吗？算是8、9个月而已。哦，8、9个月，很厉害呢。哎，你那读多安，你那读多做保全。哎，对啊，对啊，青涩哎。读多安呢用开啥？不错，你听他讲哦，哎，是不是武林高手？真的哈，真的。可是歌唱是武林高手啦。好，冲山歌，冲球练山歌。好几年了。哦。可是就是陆续。断断续续是错的啦。哦，我们上爱冲山歌。当保全太无聊。巡房的时候顺便吊伞。C 家有在哼啦。哦，只这个时间就中医冲山歌就冲嘞。对。哦，苏讲说，俩这个严正来，好好来冲，培养兴趣啊有。黑体拜的比赛吗？哦。可能40几次，40几次，很久。真的假的？对不起，失敬。黑啊！果然是武林高手。后来我们按多拜还比赛的高手。黑啊，懂稳来看老师用蛮讲好吗？来，请那个魏生雄先生。来自新竹的林水燕小姐。首先，因为讲啲小品版呢，万人一将啦，不過。你多少感覺哦？你發聲嘅嗰種嘅方式係咩唔錯？你上上網變咗多少提高一樣啊！嗰個我哋講呢三個嘅本於多少點建議哦。傾寫名利，你唱落有多少種傾寫名利的嗰隻哦，利那個聲音哈。然後我哋這個新衝腔係腔是咧秀美些，是多少有拉上咧。身從來強按第三句，出彩係話是感覺你其實唔少嘅節拍嘅數量唔難嚇，真左是秀語來嚇。你當然啦，你係海鮮啊，是講多少本一點建議，往後還要走唱歌嘅時。你幾點要請伊改進下咧？希望你練到喊得好啦。好，陳夢先生，哦，老師講我懂清楚哈。個故事講，下擺喺練習嘅時節吼，就只有老師嘅方法。要充電要注意。係啊，充電係乜嘅？看分數咯。好，可以哈，林水燕嘅分數。过关呢？我知道，根本那评审老师都是很想让大家过关。一方面会给他冲得动好啦，然后老师不得不就是你海选嘛，毕竟海选希望下摆冲喊啊好，好不好？真有练武功吗？跆拳道。他内心世界也是很厉害。你看外套一脱，他就是武松。不露腹，对吗？什么呀？不用抢怂哦，哈，什么来抢飞，周飞号。再来係法典書房，來自法典書房嘅總水雄帶來3個字。來。
恭喜这哦！祝新年好，大家好。好，你好。第几摆来比赛？第4摆。哇，根本嘢来都当多摆吼，有人。他这个都有寿司嘛？哦，啊，你有冇很多？你有没有很多？从西洋当中，从西妹来西拜，来踢西拜，咁讲嘅咪？是某个制作单位，我就寄费啊。唔肯讲啊，创嘅好嘅人一定要来表演。我哋东埔嘅都要靠来两个。哦，辛苦啊，东埔哦。法莲哦，咩法莲过来？哇，辛苦呢，真件辛苦。唔过来两位。还好，两就跟朋友嘛。哦，朋友嘛，亲戚啦，用点种叫就多咧。係啊係啊。来看你阿伯做的歌講嘛，先看老師用完講評啊。請你嘅燕先生。好，大家看到狀態之後，非常嘅歡喜，非常嘅難得。係，你係適合加位係你東埔嘅朋友來嚇，我想來兩篇冇簡單，所以唱歌吼緊張係運動嘅啦嚇，因為安然來嚇。不過強調下係按摩一下，就係狀態即其實你唱嘅原味當好，所以講真緊要下緊張啲喎嚇，所以你唱嘅你係歌曲嘅表現圖，我感覺很做得。很下好，我相信你係冇人緊張，用表演嘅方式來唱嗬，聽出我係很下入你係歌詞嘅表現嘅，你係攞啲嘅情景表現出來啊嗬。香港我感覺你係唔係起做得就嗰個伴奏音，因為帶音嘅時我取到嗬，唔係講唱唔下去。好，所以做得的話，我就個人因為做得撈啲拉下個的吼，所以你嘅啲音域的寬度，運動和做得就個撈啲調整一下，重新來為下自然。比上擺要高半期。係冇，還不夠啊！係，我感覺還不夠的樣子哦。亮圖，我感覺亮圖吼做得很下好啲啦，吼，你係我建議嘅建議，不過肯係佢呢自家從佢呢個感覺用辦能力做得麼吼，做得出群啊啦，吼，我頭先講呢個你係亮圖很難，我想運動就係緊張，因為你最尾一句吼沒有辦法，其實你係歌詞吼，從到你係就係意思就係我當好啊吼，你注意我背先冇唔記得我哦，你按樣應該感覺攞佢唱出來，或者沒有辦法唱嘅時間呢，做得很長到下交掉嚇，就我最正哦，冇提青皮沙嚇，笑容到掉，我相信你係表現為很下加分，是冇嘢。是先生，謝謝。先生意思講 key 吼。這個調整一下，按你歌曲唱起來才有張力，你聽到有張力嘛？這種就是張力，就是張力啦。我哋看分數嚟，好，看有歌講。睇下總水響嘅分數。哦，恭喜哦！過關咧。過關咧，希望吼下擺湯老師吼起較詳細啲，小強老師啊，加因為我。英語較大啊！哦，唔係啦，小強老師。唔係唔做得啦。係啊，今日先生啊，本期5橋，其實做本加一隻 key。係啊。兩隻 key 10橋。係啊。有便宜冇？有哈。有。好，什麼意啦？恭喜過關啦哈！來。結婚下。結婚下。希望開㗎。好。什麼？沙來，馬上來比賽咧。沙來自法蓮風鈴嘅彭清修帶來嘅平板。來看一下。冲山
的朋友哦。青书记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两位主持人好。哦，哇，他的笑容我好喜欢啊，真的。谢谢。哦，你不喜欢别人的笑容？哎，不能这样子讲。我也很喜欢，每个都笑得很可爱，只是说因为弟弟台大，买三公斤，对吧？就像我也很喜欢你的笑容，是不是？看到你的笑容啊，就肚脐摇啊哈。对啊。哦，哎，那踢败了比赛啊？嘿。哇，之前冇比赛过。唔是来，唔是来，今天有备而来，你看，真的嘞，对啊，鼓起勇气来。哎呦妈，你讲，哎呦，因为看到大家在咧比赛，同前的故事，我要战战兢兢，莫该胆量。你阿摆迄朋友叫下来吼，啊，他伊得用鼓励我来。你阿朋友咩有来比赛就错嘅？有哦，有叫下弟弟咪冇？哦，水泳记哦，还有三妹记，三妹记咩？哦，三妹记没有举手，为什么？对啊，你们三啥还起到了高管的发出传统组 SHE 呢？那做嘛啥啊？断头那么。A 啦，好，今天你唱了200遍，看老师有蛮高。好，请你嘅林正英先生。你体拜哈，啊都彭清修啦，係啊，彭清修，當歡喜人嘅笑容，就像所謂講嘅，係真嘅嗬，係啊，笑容一出來嗬，哎，會感覺嗬，哎用當親切嘅感覺。笑容就高過你。因為嗬，係分係亞數本來就係豐年嘅，所以豐年係當數，係去當倒拜。係啊，有個邊咧啊，三面水秀，真嘅當正哈。你啊。人嘅聲音嗬，當定一下。我人鬼數嚟講啊，就講他緊張啊，去，啥鬼則係用方式變定去嘅方式唱出來。啥人嘅強弱啊，冇去分動清楚。不過嗬，你有機會繼續經驗嗬，唔可能就要注意一點嗬，慢慢嚟會進步嚇。嚟，鼓勵。先生，看什麼先生？林正英先生看佢笑容會冇強用，啊，就講佢家笑容同我響，什麼叫做感染力？要當重要，好冇？謝謝。體育比賽我知道安尼當厲害嘅，哦，看有過關冇？好啦，看一下彭清修嘅分數。愛蒼涼山來過。講啊，係咩？我弟啊，你係韋哲老師流行歌的評審老師啊！我也可以是過一名嘞，韋哲。敢從啊邊台上啊！家林太國唱歌時間就上到哦，上好當扎。當成扎實啊！真見人啊，嗌彈喺人哋眼唔啲老師彈用埋啲。老師彈可能要冇佢用，嚟出去上到而家唱個人做冇啦。我今日被攻擊。彭清修嘅分數。高管呢？真的，我們傳統組嘅 SHE 來咯，出道了。誒，我問啊，佢哋用手都要講愛精益6強，眼目標係乜解？強下精益，又係12強。我最大目的係講來你係因為唱因一解散個，我因來因進步。你係真見嘅啦，咪知道來睇邊？係啊，唱歌都進步咧。哎，超過你那個桃園全運會呢？哦，掌聲鼓勵一下，董厲害呢？衝肉山歌，係啊，衝肉。那個英英老師的版本。來一下好冇？來一下啦！哦，金曲歌后呢？來。山歌。对面星巴克都还有一句，还有什么？还是啊？冇啦，已經轉過嚟，掌聲鼓勵。好啦，鑑書一下金曲歌后衝山歌。係啊，也不怎麼樣嘛。沒有啦，不要這樣子。我要來這邊多多學習，像這樣子就最起碼我學到了。隨口能唱，有那個膽量。你看他現在哦，你有追就都在講發唱歌啦。不用強鬆的跳呐，轉身，我跟着我一起 moving。好嘞，恭喜過關啦！謝謝，來，金修姐，唱一下。
接下来下一位是来自新竹宝山钟米给我带来的三个字，来看一看。山东酱，系啊，睇这个都有2种山真嘅呢牛毛啊，你还蛮多，做的听众冇问题啊。我知道吼，一隻當開果樹，還有當位唱歌嘅人，佢啲服裝啦、表情都要講究，對都要講究吼。我知道當厲害呢，乜嘅既然還有這個專嚟唱歌嘅哈。我一直都在唱，我都好唱。你一聽係呢忠實的觀眾朋友係冇？係。特輯都有看冇？15年都了，就看哇，15年呢？哎呀，我講啊，我弟啊，你韋哲老師、流行歌這個評審老師啊，你每回是過一名嘞，韋哲，佢頭擺很多哲偉啦，哲偉，你每回是很多韋哲。哦，條哦，哎，林大哥很好，佢講條講來了，最近哈，故意的啦，好了，他怕大家不記得你的名字。我有被安慰到了，我跟大家鄭重介紹，其實我是牛兒老師。好，我還唔錯是哲偉哦，哲學的哲，緯度的緯哈。對，他姓牛，牛哲偉。哎，觀眾朋友重點要唐人發，你做唔得呢，好嗎？哦好，我是哲偉啦，好。韋哲沒懂孫，沒懂孫啊，你就過一秒就好了。好的，哎，他吃的韋哲比較順，都可以了，真的。好啊，我走啊。好朋友，好朋友。對，唐先生又蠻講。好啦，嚟個聽秋風欣賞。你見唔見面橋子哈？小可如緊張啦哈，佢可能人氣就係強啦哈，故所上到了rap哈，你繼續個變下去啊哈，如幾番你就聽到認真彈哈，險啊哈，各位家下有強迫，然後跌迫，第3季嘅時間，等到3更，了跌迫哈，韓國啊哈，唱兩個。莫來等到2-3更，你唱到當好嘅韻味啊！嗬，諸如嘅傳統嘅味，你唱山歌啊！嗬，想冇好唔怕，但是啊！嗬，你做的一種技巧，你用兩個韻味來轉來嗬，係咪嗬？上台時節就安深呼吸，跳下太氣下，鼻氣下順啲嘅嗬，加油哦！好，謝謝。而且在比賽一天都緊張，去到條舞台，大家都在看咯。哎，鏡頭冇看到，腦不動到人呢？人生哎，我們抽號碼，人山人海，跟小巨蛋一樣，抽籤才能進來看錄影，才很笑。按人抽到該就懂緊張，太犀啦！我幫你取暖哈，來看分數啦，好啦，看一下，看一下一個個嘅分數。韓州的繼續
续冲下去啊！係啊，好冇？繼續歡喜衝，繼續人歡喜，啊，那係咪折尾要圍着隨便你？折尾，好啦，什麼恭喜過關啦！好啦，恭喜！下來自新竹蔣林李景帶來廬山歌，來看一下。客家山歌，千河塘南，就愛甘從下邊台上啊！反射水果險出去哦，後尾山歌哦，變後山啊！哎，林太公你好，哎呀，哎，只能我講哦，做起啊，哎，用山歌用版亂啲冇？山歌我們就喺第三檔紅啊用，這山唱那山唱，嘿，因為啊吼，摘茶嘅時間，摘茶，哎，咋就攞啊梗來唱。我講山歌以前吼，因為以前我們沒有什麼賴啊，沒有什麼通訊軟體，故說講你帶了山去山吼，練到個時間就唱山歌，喊出嘢感覺。加林太歌唱歌時間就上到，哦，山吼當扎。當成扎實啊！有讓我真見人啊，嗌堂喺嗌你嗌唔啲老師堂用埋啦。老師堂可能要冇強用，我就上到而家唱過冇啦。好，要不然你嘅主持人冇關係嘅。唔可以啦，嗌啲而家講笑啦嗬，唔知道加貓啥唱到最好。哎，這樣得罪人。最喜歡哎，緊閉啲啊！盲唱啊盲講，其他全部唱暗好啊！哦，你真的很會做人呢，天秤座哈，對，攻擊天秤座。哎，你不覺得懂厲害嗎？你看坐在這邊，誰來一撒，感覺選妃有嗎？係啊，只要每個人穿都不一樣。萬紅叢中一點綠。其實我每拜來參加，其實 N 客家嘅唔啲當奇怪，誰來唔啲當笑啊嘛係。哦，唔係啦，有咩唔係啦？唔係啦，有時候誰來吼，較無限，點樣我做誰而打邊啊？有樣啦，有樣知嘛？有樣哦，看隔壁廠用版戲，唐老師用版歌。好，請你跟魏生總先生。今日林義金先生呢，一跳山歌呢，分先第一期、第四期係13，第二期、第三期係25啊。呢次二團期啊，嘅做法吧、唱法吧，我感覺非常係贊同樣嘅，因為一期外係4則時嘅，3則時嘅，也2則時嘅，5則時做嘅，可能是一期外樣啊。然後呢，全是你解釋講嗰啲嚟山歌啊，是嗰啲講唐種啊，啲唐詩，非常明了呢，啲記山歌係乜嘅意思？呢一點呢，我也講希望我所有歌手啊，唔是講一天係43、223，也係講43、25樣長講，尤其係次二團其實做到非常好一些，來闡述我哋山歌非常好嘅一種方式，是咪？
先生，如果正经唱得当好，希望先生讲的，再过来净化一下，吸收一下。但是重点是看有过关，好不好？看一下林怡经的分数。一听到过关呢，你第唯一一个绿叶，你做嘛过关嘛？也冇过关，你就讲冇做。真奇，係用做嘛過關嘛？係保障名額。保障名額。開玩笑啦，你做得好，公司你平時只要有歌就做得啦。還有我剛吃到微信上講的當好，就是話山歌創吹有上是還有上有冇吃過？哎呦，山歌啊，落的東西，唔過我吃到沒有嗰種心啊。繁衍的心愛用山歌傳下去，錯嘛？係啊，吼，希望這個係啊，加加唱的有感通哦，你啊叫字係冇？冇啦，聽啊，你好會演哦，大哥，你剛剛是不是以為他要哭？原來對人家叫咧，佢佢木質啲地位都唔講傳承哦，還是感覺人家客家嘅山歌正經傳承到啲啊，沒有很完美啦。哦，他天天行。路途還長，係啊，都希望大家接嚟唱，還有乜嘅舊本啊、孫嚟來嘅，講客話傳下去，唱兩句，佢做唱兩句咪再唱加佢做唱兩句。唱兩句一句啊，唱句啊，一句去下敗章，下攝走嚟。係啊，好嘛？好，恭喜嚟歌棍啦！謝謝。好，嚟，稍後嚟結本嘅專門預備比賽啦，嚇，來此人哋新竹蔣嶺賴建峰帶來嘅平白，嚟看一下。千多拜，本年，嚟，係啊，本年熟識一下，應該係P4拜咧，P1拜啊，P1拜天哦，唔用辦啲 live 都看到幾啊？開線嘅時間啊，哎呦，係啊，佢都去 live 投演有戲，投演咩有？新竹沒有？哦，沒有你有嘛？有，唔帶 live 有就300啊，唔帶 live 啊？帶蔣嶺啊，哎呦，做咗投演暗演，好衝神歌，嚟，係，今邊嘅選鐵幾拜業。入人棚嚟唱歌嘅，天一拜哦，哎呦，要緊張喎，緊張，唔緊要專門壓軸演出，專門一個嚟壓軸演唱呢，嗬，當緊張，衝錯就唔會係啊，嗬，按緊張係大擺都開線，冇開線多擺冇強用哦，係啊，大擺開線咩大擺都，我從頭衝張唔會緊張，係啊，啲現場唐老師講用擺唱嘛嗬，跟冇緊張嘅哦，嗬，深呼吸。跳低啲，後來唐老師咁樣講嗬。請你嘅羅燕先生。好啊，今日建峰太太，要當緊張哈？緊張，非常緊張哈。係緊張。好，其實哈講起來，你從來平板冇問題，好，唔過有問題係乜嘅？真緊就係挺緊張，所以你一開始入歌嘅時節啊，你就跌板呢。
吼，唔过好彩你系因你嘅乐队先生参与从天意记嘅时节吼，让你音乐走转来吼。唔过呢，我感觉啦，确实因为第一摆可以先落来录让，紧张係大家都有嘅吼，所以我希望係做啲半夜一擺機會，我建議呢想法係咁樣係講對唱法來講，就係天意記嘅。字體大邊呢片吼，你從帶入嘅時節，吼，莫從到聽帶去，吼，莫你下來一些，就個從菜西方一些來轉個人從起來，會感覺下辛苦，吼，咁樣其他就係講很有機會就個從下去吼，連續來說唔是緊張咧，好好表現就好，希望你。好，謝謝先生。先生，來，看一下分數。來，劍鋒嘅分數。哇！你朋友係啊，唔怕啦，還有機會啊，簽詞投胎聽聽，簽詞聽聽，沒關係啦，真的沒關係啦哈。我知道舞台翻我第拜上台嘅時間咩冇好分數啊，吼，聽一拜、第三拜，見來見好，形勢咩樣樣啦，吼，少嘅，好，簽詞投胎哦，好冇？好，謝謝。好緊張哦，什麼你啦？來，也可以哈，啊，謝謝。T 拜嘅比賽嗬，T 拜嘅比賽，大家有當強，好冇？給神來，係哦，嗬，真係神夢先生，好冇？來，謝謝老師。還有考唱歌嘅朋友記得打電話來。對，打你嘅0966766，還有你嘅傳真電話01177781231。係希望你來比賽唱神歌，係啊，打電話來哦，打電話好冇？哎，神夢先生啊，神夢先生，辛苦先生，辛苦咧。還有神夢 Hellboy 嘅小強老師，還有你嘅傳水仔，謝謝，辛苦咧，恭喜各位嘅朋友。還有什麼？你嘅小強老師，還有我吹嘅先生，謝謝老師。記得咯，打電話報名哦，準時10塊錢，老年大擂台哦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強